大家好，我是《镇魂街》第3季的导演嘉庚。我是《镇魂街》动画的导演王世旭。我是《镇魂街》的动画总制片陆熙。我是《镇魂街》动画的音乐总监吴凡。我是《镇魂街》动画的音响总监万福祥。我是动画《镇魂街》的声音导演陈思宇。我是配音演员郭胜，在《镇魂街》动画中为曹彦斌配音。我是配音演员四刀徽章，在《镇魂街》动画中为夏琳配音。我是配音演员涂德哈蒙，在《镇魂街》动画中为罗世民配音。我是配音演员严萌萌，在《镇魂街》动画中为蜂王配音。我是光合积木的配音演员袁明哲，非常高兴参与到《镇魂街》动画的录制。我是配音演员刘千涵，很荣幸为雪王配音。时隔2年，《镇魂街》第3季终于与大家再次见面了。在新一季的《镇魂街》动画中，我们的主角将闯入灵域禁地无花捕头，并且会与首部捕头的风花雪月四圣天展开激烈交锋。目前影片还在最终的收尾改制阶段，在这一季的制作中，我们每一位团队的成员都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心血，精雕细琢。我们也为新的人物和场景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主题，希望能够带大家一起进入这个神秘的世界。这一季的打斗非常的精彩，我们做了很多的声音设计。我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打磨这一季的内容啊，力求让每一个角色的声音都可以更加贴合他的形象和气质。曹彦斌骨子里带着傲气，虽然他嘴上不屑一顾，但是实际上从来不轻视对手。随着故事的深入，我也会一直在考虑和努力尝试如何更好的去多方面多角度的去诠释演绎曹彦斌，让他的形象更加鲜明。那么在本季中呢，夏琳与李轩辕的配合更为默契，并逐渐从被保护者成长为能为同伴付出性命的保护者，用自己的眼睛亲历镇魂街的世界。梅洛师美有着中年男人的成熟稳重，他有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行为准则，就算是敌人，他也不会见死不救。那蜂王呢，作为4王之中战力较强的一位，在配音的过程中，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花王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一个谦厚、内敛、温润的角色，他有极大的悲悯心和人类共情。为了塑造出雪王冷冽霸气，营造出汗毛倒竖的感觉，我们进行了多次的探讨和尝试。希望到时候播出的时候能回应到大家的期待，让大家更好的体验这次热血冒险。《镇魂街》第3季7月29日起，每周六晚8点，每周六8点，每周六晚8点，在哔哩哔哩，在哔哩哔哩，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大家记得来站内，大家一定要来站内，让我们一起在站内一起热血追番，记得前来追番哦，热血追番哦。